說聽故事，補習歷史。香港電台文教組與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合辦好孩子星期天兒童故事會。大家好，我哋係五旬節教學新小學嘅同學，我係劉潔妮，我係潘正文，我係楊子瑩。貞觀之治，治民以政。唐太宗在位嘅23年間，政績卓著，歷史上稱為貞觀之治。呢一個係中國君主制度入邊最為突出嘅太平盛世。皇上，微臣魏徵認為大亂後嘅百姓都渴望過太平嘅日子，因此臣認為應該順應民心，減輕賦稅。皇上，微臣都認為大亂之後必須用嚴厲嘅法則嚟到去規範人民。魏大人係個書生，唔識時務噶。皇上如果採納咗佢嘅建議，只怕會敗亂紀律啊。臣同意。臣認為應該先使百姓安居樂業，才能使百姓免於淪為賊寇，而收到不教而化嘅成果。哼，魏大人你兩位賢臣就唔好再爭論啦。朕都係同意魏卿教化百姓嘅睇法。魏徵，你認為有咩方法先至可以令到天下大治呢？皇上，依臣淺見，需撫民以政，只有使百姓安靜，天下才會太平無事。咁應該點令百姓安靜呢？就係要恢復農業生產，讓百姓休養生息。除咗咁樣就冇其他嘅辦法啦。就好似一個人患咗10年大病，一旦好返，應該只係剩低皮包骨。呢個時候仲要呢個人擔起1石嘅米，每日走100里路，咁又點得呢？你講得冇錯，政為農本，朕以後要以農業生產作為施政嘅基本原則。貞觀初期，社會經濟凋零，百廢待興，無數飽嘗戰亂嘅百姓更加渴望有休養生息嘅機會。唐太宗同埋魏徵了解到百姓欲政嘅願望，及時咁樣作出咗大治天下嘅決策。唐太宗鼓勵農民去開發一啲遙遠嘅荒地，如果佢哋願意嘅話，就可以得到減免租稅嘅優待。唐太宗又疏通河道，灌溉農田800餘頃，百姓蒙受其利而能豐衣足食。唐太宗為咗節省朝廷嘅開支，將大部分宮女釋放回鄉，等佢哋返回民間，以便建立家庭，生男育女。每年嘅秋天，稻米成熟嘅時候，會徵收一定數量嘅糧食納入義倉入邊。穀物失收嘅時候，就會將義倉入邊嘅穀物發放俾老百姓。唐太宗都好中意打獵噶，為咗唔妨礙農民嘅工作，亦都會盡量選擇農閒時間先進行。唐太宗又經常派遣使臣到農地巡視，並且規定唔可以送往營來，怕會阻礙到農民種田嘅時間。由於唐太宗鼓勵耕種，又減收稅款，加上同外族貿易頻繁，令國家經濟富裕，人民富足。唔單止係咁，佢仲可以做到任賢治治。貞觀元年，太宗設立科舉考試制度，選拔人才，又命官員只重才能，不重出身。
又能虛心接納佢哋嘅勸告。因此，上至宰相官吏，下至宮廷嬪妃，大家都勇於提出批評同埋建議㗎。咦，上河將軍，呢12餘條奏事，每一條都符合朕嘅旨意，全部都係你寫㗎？末將無才無能，乃係託馬周代為草擬。馬周才學不錯，上將軍，你即刻返去請馬周入宮見朕，朕好想見下佢。末將遵旨。太宗接見馬周之後非常滿意啊，而且仲立刻任用馬周添。喂，聽講魏大人又要升官啦喎！有冇搞錯啊？又升官？喺呢啲敢於大膽批評嘅諫臣中，魏徵係最特殊嘅一個。雖然魏徵曾經輔助過太子李建成，太宗亦都唔計私怨，起初授以諫議大夫，唔到7年嘅時間已位極人臣。由於唐太宗慧眼識英雄，發掘咗唔少人才，更由於佢能夠廣開言路，文武百官無不竭盡自己嘅力量為太宗效命。有一日，哈哈哈哈，好一隻漂亮嘅姚鷹啊！咦，魏徵好似嚟緊咯喎！啊，弊啦！如果俾魏徵見到我喺度玩鷹，一定又囉囉嗦嗦噶啦！哎呀，趕唔切啦！啊，有啦，就將佢收埋喺衣襟入邊啦！陛下，臣有數件要事啟奏。魏兄請講。魏徵講過唔停，當魏徵講完嘅時候，太宗衣襟裏邊嗰隻愛鷹已經死咗啦。真係可惜啊！一隻咁靚嘅鷹咁就死咗。估唔到皇上都有貪玩嘅時候，所以魏徵就用咗呢個方法嚟到去提醒皇上。朕真係唔應該淨係掛住玩而忽略朝政。魏徵經常舉出古書上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嘅古訓，提醒太宗留心治道。太宗也以此教導佢嘅兒子李治。智兒，這船好比君王，這潮水好比百姓，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你而家已經係太子，應該好好咁記住呢一句說話。係，父王。唐太宗極力強調虛心接納建議嘅重要性，以防止隋朝覆亡嘅事件重演。喺太宗執政嘅貞觀年間，在君臣嘅共同努力之下，出現咗一個政治清明、經濟發展、社會安定、武功興盛嘅治世。